欢迎收看今日4月17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对中国来的境外污染物对东北季风路南，影响咱台湾西半部的空气品质。环保署是预测讲 ，AM 到明仔透早有的所在空气品质会达到红色的警示。那今年第2回风台处理机有机会发展做强台。气象局是表示，伫后礼拜是拜5会上赶进咱台湾，也毋过对解读咱台湾的可看帮助有限。拜六早起的台北天气看起来真袂歹，哪天白云看起来真清气，但是要到尾暗仔空气品质会变歹。来自中国的境外污染物会伴随东北季风落南，直接冲击台湾西半部。环保署暗算，局部地区会有红色的警示。本来是下午到傍晚嘛，那现在可能再晚一点会北部开始受到影响。那最高浓度有可能出现在明天清晨到上午。看起来在上海的2.5浓度持续在上升，那有超过100微克每立方公尺的这个情形，所以来到台湾经过稀释之后有机会超过50微克就是 PM 2.5的情形。那另外 PM10 也会有明显的这个上升。所以在短时间呢，局部地区尤其北部呢，影响比较显著的容易出现这个空气品质到达红色等级的这个情形。因为境外污染物为北往南传，中部以北地区空气品质按算为礼拜日时开始会豆豆变好，但南部地区因为风较弱，污染物才会累积，空气品质犹原是感觉是个提醒。另外，今年第2号风台处理机有机会发展成强烈风台，但气象局指出，目前风台的路线有较往西，可能会伫后礼拜4也是后礼拜5上接近台湾。不过对欠水的西半部来讲，帮助有限。回转的位置上是比较偏西所以整个沉降的作用是比早先来的稍微比较没那么明显不过基本上西半部在未来周还是比较偏向在一个背风面，所以整个还是比较属于比较不容易下雨的一个环境。预报员按算处理机伫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了后，会往北行，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会较低。对台湾来讲，落雨应该以东半部为主，西半部想要挖去风台有雨水，恐惊搁爱等一下。记者郭灿曾之前台北报道。欠水严重，中部上届食力。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日是去中部，先去乌溪视察放流水工程，搁去市区看2大地下水源，下晡嘛去大中港了解海水透波的设施。王美花是强调讲，目前咱政府在找找补充水源，找甲真顺利，所以中部会当维持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袂阁缩限。工地现场卡土机一直咧卡，为着将法官大道溪边的泼流水工程，预计要在5月中完工来启用。不过水情依然是真无乐观。经济部长王美花这次去了解工程的进度，要求一定要如期来完工。北彰化地区其实是从台中每天支援8万吨，所以你这边新增的水源就可以减少台中那边可以供过来，那也增加这个整个台中的这个供应。彰化县每天需要38万吨的自来水，不过因为辖区内底无水库，必须要靠邻近的县市来调度资源，那是使增加泼流水的水源，对台中彰化拢有真大的帮助。王美花率来到台中视察工地地下水过滤净化设备，地下水经过过滤了后，再搁导入周边的自来水管，直接互民众加好来使用。因为矿化直流甲开源成效拢袂歹，即阵供水5天，停水2天最坏，也无需要更加严格。第一个，如果我们的节水够，然后我们找的水源够，我们都会用这样子来量说每天的供需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的新找的水源是顺利的，我们希望可以暂时就还是维持公5停2的情形。第1周的这样的一个节水，在所有厂商、还有产业界、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的配合之下，节水已经超过15%。所以对整个台中市地区，它的水量的运用会非常有帮助。水利署表示，台中的工地地下水每天就使处理48000吨的水，大约会使供予20万人来使用。原本在台中规划要挖25口矿化水井，嘛要增加到88口，加上台中港区的海水淡化设备要在5月中来启用。
预计每天会使取得15000吨淡水，予港区内底产业来使用。而台中市每天用水量在限水了后，已经对145万吨降到120万吨。希望直流甲开源双方面来做，中央甲地方会使合作渡过这水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较晏，经济部嘛已经决定讲，对昨开始，桃园资本市暗时减水压，即马要扩大到规工拢减水压供水。通市民是表示讲，目前因也无啥物款感觉。若会知影，伫桃园甲新竹拢有落31雨，水利署早起9点外，毛伫石门水库甲保治水库实施人工催雨，希望互雨水会当落伫水库。放盐济实施人工净雨，桃园石门水库甲新竹保治水库伫17早起9点外，同步实施人工净雨。水情正力，桃园甲新竹17早起落小雨，虽然雨无大，水利署赶紧指示北区水资源局放盐济人工净雨，希望集水区加流寡雨量。根据落雨资讯显示，2个水库集水区拢有落雨。水利署官方统计，到17下到5点，石门水库跳水率是26.87%，供应新竹地区用水的保利水库跳水率只有6.67%。经济部伫16水情会议中决议，桃园地区即日起由暗时减压供水扩大为规工减压供水。有民众拍开水道头，出水量甲以往差不多，也毋过也认为应该爱共度难关。目前无感觉。暗时到有吼？嘿啦，暗时我起来已经3点外水较少些。即马咧？差足济啦，你是无感觉咧？多少会有一点点呐，对，但就共体时间啊，没办法，没水就没水。有面点表示，若广告时阵真正无水，也只会当改用免洗餐区。另外，疫情期间，若可是无水通洗手，都改用酒精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宣布讲，咱国内新增加2个对境外大病疾病的案例。那目前咱国内驻 AZ 预防车人数敢若3万多人，敢搁要扩大驻预防车对象。发言人士表示，这先看后礼拜3至1日时开放自费注射的状况才搁讲。目前阿东病院已经开放注文啊，注一当下600块。疫情指挥中心17宣布，国内新增2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拢是印度籍来台读册学生，伫检疫期满了后采检确诊，并无列出接触者。注疫苗方面，16新增2200多人注射，累计注射人数犹原只有300多人。伫 AZ 疫苗保存期还未到期的状况，第5顺位军警第6顺位邓照机构人员，暂时会提前第2注射排程。指挥中心表示，会看自费注射的注的状况，搁做调整。我们要开这些，那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都在进行规划。当然要看一下，就说这个1万剂，那看这个后续施打的情形。21起有自费注疫苗需求的民众，会当到全台31间有旅游医学门诊的病院注，免收疫苗成本，也毋过爱自行负担挂号检查费用。其中阿东病院16已经开放预约费用600块。庄仁祥表示，考虑人数无法度到齐的问题，暂时无开设较侪注射的地点，因为病院开1罐疫苗，至少爱有8个人注。若讲是迄天最后1罐，至少爱有6个人注。也毋过鼓励公司行户以团体单位向病院预约。暂时应该还是会先观望看一下状态，因为国际的状态其实测试的结果还是很不稳定。因为 AZ 疫苗订团太过路的症状，澳洲16也通报疑似注疫苗了后死亡的头一个。外界积极台湾目前只有 AZ 疫苗，无法度自选疫苗，但是中回应未来民众会当自行选择，也毋过讲国外疫苗来台时停，无法度完全掌握。政府就是有在国外采购，也有未来有我们国内生产的疫苗。那每一个疫苗推出的时候，那就照原定的顺序，大家照那个顺序去施打。那如果这一款疫苗他觉得不适合，那就等下一款的疫苗。对非是药厂广告家己的疫苗，真可能需要注第3剂，甚至当年拢爱注，防护力才有够。庄仁祥回应，爱有较侪研究证据，才会当确认疫苗的保护效力。指挥中心会继续收集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嘛爱注意风下的购牛，因为咱台湾本岛出现牛结节症，全台湾的牛只拢爱注意风下。董一辉是表示，标伫100个牛明仔就会当注刷。若咱向国外采买18万吨预防车，拍算伫后
后礼拜四会送到位。为着要防止疫情扩大，相关单位今仔日伫港口机场冒消毒，要消灭炭白网虫。穿防护衫继续进行消毒。家己的马古场加强防疫，就是因为新北南口一处马古场出现台湾本岛头一个牛只感染牛结节症。经济关系唔敢代志，无主疫苗的家机关是加强饲牛场消毒甲除虫作业。在1天半内完成了我们全县总共9647头牛只的健康访查工作。那目前健康状况都正常，除了平常的消毒剂之外，我们还加强了那个除虫的消毒剂的部分。为了防止疾病扩散，环保署甲交通部也公布进行全台24个港口航站的环境消毒。农委会表示，为南非买的18万剂牛结节症疫苗有计22来台。进口疫苗如果能够如期的在下个礼拜4进来的话，那我们大概这2万多剂会先让就是彰化、台中地区的牛只先打。苗栗100县市牛只注疫苗会伫18完成，大约使用14000剂。黄金城表示，目前驻院的牛只无异常反应，疫苗是安全的，效果真好。对外界集期，那全台牛只注疫苗，恐惊沦为疫苗疫区，影响特产品出口。黄金城也澄清，台湾牛肉无外销。从北到南就是300-400公里，只要大概1个礼拜，可能就是全台湾它就会扩散啊！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的蚊蝇，只能够施打疫苗。专家表示，注疫苗了后，少数牛只可能会发烧、年量下降，也毋过疾病传播真紧，注疫苗才会当杜绝疫情。牛结节症毋是人畜共通的疾病，无食安的顾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道路故事故，今仔日伫台东甲花莲举行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有到位去致意。针对昨昏花莲地检署甲李启祥等7个人起诉，以过失致死罪、肇事逃走罪，处5年至7年的徒刑，那亲像是无下外界期待。这部分家属讲，因嘛真无奈。为了要表达对太鲁阁号事故亡者上关道歉之意，总统蔡英文早起特别到台东，副总统赖清德下晡时到花莲参加公祭。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是2场拢到。面对这么多无辜的亡灵，花莲县长市政委心肝是真痛。故事告诉我，这是上帝最好的，但是这个安排让我们觉得好沉痛。如果这是一个恩典，这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恩典。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无接受采访，部分的家属是对16花莲地检署侦办的救出行动感觉无奈，尤其是李启祥过失致死部分只有5年，肇事逃走7年，心痛表示49条人命，敢讲这么唔值的。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啊，这种事情发生，哪一个家属不无奈、不心痛？啊，政府相关单位他们就应该是去改善啊。另外，花莲地检署检察长吴秀大也到场来致意，强调对着相关备案也在侦查中，绝对袂放松。对过失致死行动也表示确实伤轻，不过身为法律人就应该遵循这种法律的形式。不过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还有另外有起诉一个是肇事逃逸哦，那个部分跟过失致死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向法院求处是最高刑度。是，那至于有关于修法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立法机关的权责，我就不宜再多说。律师认为，0206花莲大地当时倒去的婚门喙提大楼，也是因为偷工减料，这第44人，当时计上被囚处5年，也引起外界议论。希望立法部门应赶紧修改刑法，过失致死罪刑度。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菅义伟是伫北京举行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佫一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用和平来解决两岸问题。美国甲日本52年来嘛头一届甲台海写入去联合声明内底。咱外交部是表示感谢，也毋过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是表达强烈的不满。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菅义伟伫北京户外花园举行记者会，菅义伟也是拜登就任了后头一摆伫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凸显美日同盟抗中的重要性。对于会谈敢是有应对中国威胁政策甲台湾问題，菅義偉強調美日攏同意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またやり取りの詳細は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のため差し控えますけれども、台湾海峡の
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は、日米間で一致しており、今回改めてこのことを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白宫会后也发布联合声明，其中明确地指出，双方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也是52年以来美日头一摆将台海列入声明。双方针对中国对印太区域世界和平甲繁荣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两国拢反对任何伫东海甲南海以武力也是威胁改变现状的意图，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也讲到关注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North Korea, to ensure a futur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国、日本政府再度的公开表达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欢迎跟感谢。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陆建美日继续3回安全咨询会期，再度公开表达对台海和平的重视。两国也会伫现有的坚持良好基础上，甲美日参其他理念瓦近的国家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声明，表示美日言论干涉内政，损害亚太和平稳定无分裂。中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记者综合报道。月球参火星会当有偌近？夜暝8点的时，乡亲会当抬头看天顶，就当看到火星合月的景象。台北市天文馆是表示，月球甲火星伫天顶会真偌近。那即摆无看到，后摆要搁看，就要等到2040年。偏红色的火星渐渐靠近月娘，两个距离哪近，近到相当1/4的满月距离。这个罕见的天象，红叫做火星合月。台北市天文馆先以模拟动画呈现，想要即马就看17暗8点往西边的天顶看到会当看到，也吸引不少家长注意。一定要把握啊！对，一定要带大家来看。虽然用目睭会当看到，也毋过也是爱注意，敢会互云掠到。利用天文馆的大条件，都会当看更加清楚。天文馆指出，若即摆无看到，后一摆恐惊会等到2040年。这次接见距离比较近。那接近到7角分左右，那实际上就是相当于1/4个满月的距离。要在台湾能看到，而且要刚好在合适的晚上可以看到的话，可能接近在2040年之前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情形。4月暗时的天象其实真热烈，因为还有天琴座流星雨，伊出现火流星雨名，将伫4月2日前后达到极大期，上侪每点钟会当看到18粒流星。天琴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发生在4月22号的前后，这样，然后最好是可以仰躺下来，比如说躺在草地上，然后看到整个天空，因为它有可能在任何区域出现。因为天琴座流星雨的辐射点伫这流星附近，月娘渐渐啊西沉了后，伫无光害的山区观赏上适合。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甲镜头来去新竹县伫今年成立教育科技中心，要带动偏乡的科技教育。内底有侪款的电动工具材料，会使互学生囡仔伫现场来摸、来做、来体验，互科技结合生活。利用光源且完全免插电，就会使点动。另外一边，各学生用镭射机械刻出家己设计出的图样。教育科技中心提供的上课内容，学生拢真有兴趣。以前都是课本上看到，就是平面的，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制造中心之后，就可以实际的用手去制作，然后对之后的手作的一些能力，还有操作机器的能力也会有一些提升。对这些木工啊，还是什么3D 列印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跟他们更接触，就是长大就更多选择嘛。他在早在国中所学到的这些的一些生科或资科的一些技能，其实有助于他们未来在做一些多元智能的开发的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启蒙。为了要培养学生应用生活科技，新竹县今年特别打造教育科技中心，将科技带入去课程甲生活中，希望科技教育会当对细汉时就开始学。未来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科的课程里面，会做得更生活化，让我们的生活化融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我们学生更爱学习，在这个手作的方面更有趣的这个学习到各方面的智能。教处表示，科技中心唔会当帮助学生在上课中实际动手操作，嘛希望学生对课程内底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对科技产生兴趣，未来发展出家己的专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今仔日伫台南市区是充满古早味，有古早画卖场景真闹热。这是台南古城节活动，成风标300斤重的大算盘嘛，更出来游街。世界顶头上头前是差不多一个人身悬300斤重的大算盘，就爱4、5个人扎咧行。上趣味的是对伫后壁的档啊。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电影看到啊，现在看到觉得哇，好特别哦。听到这声，就想到古早的河边，阁有法林拢卖10岁的档啊，广告车、档面顶顶拢总20台档啊，做伙游街画卖。咱中西区这个所在，较早就是足侪拢是咱做生意的档这，大家甲担出来卖，也塞出来卖安尼，是徛出来卖。咱就是要互大家找转来较早迄落沿街叫卖迄落感觉。毋但有档车队，中医国小的学生2人一组，将好野的艺术浮雕光桥设计，囡仔拢感觉介深色。原地藏伫台湾府城隍庙内底城隍爷的大算盘，嘛罕得杀出来设计。盘是要来算这个人间的善恶啊，来判一个人一生的功过，嘿。来用这个来做一个警示的作用，对人有一个警示。今年的台南古城节主题是台南的声音，所以除了档啊画卖，阁有旗啊、民谣等等，拢是台南人记忆的声音。那亲像回去古城美好的迄个年代。记者陈嘉文赖为做台南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8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祝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